好，又嚟到淘多多總店，同大家睇下呢期有啲咩抵買嘢先。依家佢咧個像素1億像素，乜嘢啊？冇電話冇嘅。好，呢款呢係微族5G 嘅旗艦機。佢呢部機有咩好處咧？第一，佢係一部5G 機嚟嘅。咁第二樣嘢咧，你可以望下啦，個牌仔寫住12GB RAM，內存就256GB 內置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佢係雙卡插位啦。佢影相質素唔差嘅，你可以試埋個影相。影相咧，嗱試一試咯喎。佢咧1億解像度，像素1億像素。影相咧超靚，啲圖片都 OK 嘅，唔係差嘅。OK。咁另外咧最緊要部機有 Play Store 啦，有 Google 啦，另外咧都有埋 YouTube 㗎啦 ，YouTube 呢度。Google Gmail 定位地圖YouTube 有齊晒，仲可以打埋電話，同埋咧佢係 AI 工具，有埋 AI 嘅。因為話說咧，如果你撳呢個橙色掣，佢有埋 AI 助手噶啦，即係可以文字轉成圖片都可以嘅，有齊晒俾你。原價出邊賣緊咧，起碼都要1100蚊，而家我哋做緊呢個價錢1000蚊，有齊晒俾你，仲有支援係 Type C 充電嘅。支援快充。可以。試下啦，流暢唔窒嘅個觸屏，因為佢行到12GB RAM，儲存256。呢度撳一撳啦，撳設定啦，有冇儲存空間RAM，睇先有冇儲存空間冇？呢度個 stick 喺呢度。睇，我有嘅優惠價78蚊。係套裝特價優惠。佢裏面咧有埋機套跟埋㗎啦。都係啊。今次講，呢款咧上次介紹過一款音質非常之一流嘅降噪藍牙耳機啊。ANC 功能啦，咁另外咧嗰個叫做連續續航時間可以用到6個鐘，同埋咧你望下後面咧嗱，好簡單，呢度 Type C 充電嘅，支援快充嘅，咁另外咧你一打開佢咧，好圓嘅，有埋燈光效果。開個藍牙駁翻呢個名 TWS T6，咁就可以連到啦。記得如果所有新嘅耳機咧就搣咗個藍色底子，咁就可以連到線噶啦。如果啱嘅話就門口賣50蚊啫。上次試過呢個質素非常之好，性價比超高嘅藍牙耳機，而家都係賣緊50蚊。哦，你俾啊？係啊，因為國家嗰邊買翻嚟就唔可以喺度。我幫你鏟咗，係啦，搞一陣啊。中央都等佢睇到佢嗰位。開心啊！你睇乜鬼？呢度咧要揾佢咧，呢度咧。好，而呢款咧可以插卡嘅藍牙收音機嘅，而家都係賣緊30蚊。另外呢款有降噪功能嘅無線藍牙耳機啊，而家都係賣緊45蚊。514481。9蚊嘅係咪收到？而呢款28cm 嘅生鐵炒鍋，而家都係賣緊38蚊。佢可以用到任何爐具都可以用得到28cm 嘅生鐵炒鍋，而家都係賣緊38蚊。
呢款18cm 嘅不鏽鋼奶鍋，而家都係賣緊38蚊。另外呢款筋膜槍，佢有4個嘅按摩頭，有6款速度嘅，而家都係賣緊38蚊。呢款絞肉機而家都係賣緊78蚊有一部。另外呢款藍牙音箱連埋有2支咪嘅，而家都係賣緊78蚊。優惠價點整？另外呢款幻彩色嘅藍牙音箱啊，佢可以買2隻嚟用一齊串連咁樣嚟用嘅，係咪可以插卡用嘅藍牙音箱？而家都係賣緊58蚊。睇睇優惠價過嚟望望。另外呢款 LED 嘅護眼台燈而家都係賣緊20蚊。另外呢款電鑽套裝連埋有多款頭嘅，而家都係賣緊99蚊。呢款啱晒放喺車度用嘅吸塵機，無線吸塵機，佢有多款嘅頭可以更換嘅，同埋 Type C 充電嘅，而家都係賣緊68蚊。另外呢款玻璃茶壺而家都係賣緊15蚊有一個。絞肉機過嚟睇下優惠價。呢款一 pack 裡面有12包嘅紙巾啊，而家都係賣緊8蚊。呢款啱晒男士用嘅皮帶啊，而家都係賣緊20蚊。啱晒放喺衣櫃用嘅樟腦丸啊，而家賣緊5蚊有1包，8蚊係有2包。另外呢款護手霜而家就係賣緊5蚊有一支。呢款充電款嘅手提電筒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5蚊。而呢款30cm 長嘅櫥櫃燈，而家都係賣緊18蚊。另外呢款卡通嘅保鮮袋，而家都係賣緊20蚊有一盒。呢款大禮桶嘅酒精濕紙巾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。呢款簡約款嘅枕套啊，一包裏面有2個嘅，摸落去好舒服嘅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。係啦，